我相信，当咱甲耶稣基督来呼求的时，耶和华的祝福嘛要伫咱的生命中满出来。阿门吗？阿门。因为上帝恩典是够也咱用的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善良的白灵心，无欠缺啥物。山顶的百合花，春天献芳美，总是全能的上帝，每日受事真好气，好地就花的心，献出疼痛。